哋介紹下自己先啦。我係啊。我係 Julian， 我係德國人。德曼國你好，叫做 Alice。 Namaste， 我叫 Nancy， 我係印度人。哦，你好啊，我係 David， 我係美國人啊。你好係美國人係 What's up man？ 仲有你喎，係啦，我係中國嘅 Kenny 姐姐，你哋好，可以叫 Kenny 姐姐。Kenny 姐姐你有冇去過美國啊？有啊，我咧喺美國住咗5年㗎，一陣間會介紹美國俾大家知道嘅喎。係啦，咁樣介紹啊！Welcome to 2 Minute Plus World Report， 歡迎大家嚟到2分鐘世界雜誌。首先呢，我哋就係帶你去美國東部嘅紐約城市 New York。當然啦，我哋唔係唱歌跳舞啦，我哋係想介紹美國嘅自由神像。咁紐約嘅自由神像咧，右手咧就係舉住火把，左手咧就係拎住法律書，而佢嘅腳下面咧就係踩住已經斷咗嘅手鏈、腳鏈同埋鐵鏈嘅，代表美國自由嘅精神嘅。好啦，跟住我哋去另外一個地方啦，仲未離開得 New York 住，就係 Times Square。當然唔係香港銅鑼灣嘅 Times Square 啦，就係美國 New York City 嘅 Times Square。點解佢出名咧？就因為逢親係10月31號嘅時候咧，就好多人湧埋喺嗰個地方咧，就一齊倒數㗎，同埋喺個時候咧亦都會放煙花啦，同埋放成200磅嘅氣球咁多㗎。好啦，我會繼續西移。當中咧，我哋會見到中部嘅 4 presidential statues 喺 Mount Rushmore 嘅喎。咁咧包括 Washington 呢個總統啦 ，Lincoln， 仲有 Roosevelt 同埋 Jefferson。My turn，OK。因為我係 Julian， 我係德國人，我好中意大拳。大拳就係martial art 啊嘛。今日我今日想講你哋啲 martial art 點踢啊，點打啦，係咪 OK， 咪住，我要同屋企嘅小朋友講喎，如果咧你練習呢個打拳嘅時候咧，要小心啲，要有家長陪同㗎，如果唔係就好危險㗎。OK， 安全第一啦，真係啊！好啊，跟住啦，即係好簡單啦，即係呢個叫做 jab， 即係 jab， 第一個動作咧嚇 jab hook， jab hook， OK 啊，第㗎嘛，第就係差唔多 jab upper， 你要轉少少 jab upper， 係啦，第三就要用腳，即係1、2，跟住踢腳啊嘛。哦，踢腳你要高啲嘛，使唔使高啲？OK， 試下啦，1、2 kick。哇，1、2 kick。要記住今日1、2 kick， 1、2 kick。哇 ，OK， 我哋 repeat 一次啦，好嘛？要 repeat 一次 ，OK。第一，jab hook， OK， 仲有一次 jab hook， 之後咧 jab upper， 跟住啦，1、2 1、2 kick， 睇下先啦，1、2 kick， 得啦。我好中意呢個運動啊，因為啊，如果你哋天日一練習啦，我哋會身體會咁樣啊。我哋真係咁健康啊，原來咁嘅。因為知道 Nancy 一陣間都會搞一種咧富有印度色彩嘅嘢嘅喎，所以千祈唔好行開啦。好心急 Nancy， 你會教我哋啲乜嘢啊？我今日會教你哋用 henna 畫喺手掌嘅畫。其實你哋知唔知 henna 有咩用㗎？唔知。其實咧 henna 就係會喺特別嘅節日或者結婚嘅時候用嘅。係啊。咁咧，我想幫某一個人畫，邊個想畫？我
我揀個女仔。哦。咁我揀 Kenny 啊。哦 OK。Kenny 你想畫乜嘢啊？你想畫花花定係心心啊？心心啦，心心啊，好啊嚇，咁我哋就會畫個心心。咁咧呢啲就要呢度係剪咗嘅，同埋要剪得一個好細嘅窿，跟住就要撳住佢，然後可以開始畫個心心噶啦。原來咁。咁我想問下咧 ，Hannah 係咪一個叫做畫圖畫嘅顏料咁樣啊？係啊，係用啲植物嚟整嘅呢啲顏色。哦。咁咧就咁樣擠，跟住咧呢個心心好似印度嗰啲心心嚟㗎。哇！你睇下 ，Kenny 你想唔想寫埋名喺入邊啊？好啊，寫個 K 字啊。好啊，寫個 K 俾你啊。係咪印度 K 啊？印度嘅 K 啊？咁咧就咁樣先一橫，因為印度嘅字咧通常都會有一橫嘅。哦。跟住咧咁樣。呢個係 K 嗎？而家咪寫呢個係印度。跟住咧就咁樣。哇，好似好需要功夫喎。係啊，好靚啊 ，so beautiful。咩蛋糕但係咧，我好想講咧，黑掹掹嘅點解？而家擠出嚟嘅時候就係黑掹掹，咁但係乾咗之後咧，佢會開始自己甩，跟住就會變咗橙色，跟住2個禮拜之後，佢自己就會開始甩㗎啦。要幾耐先乾？大概2個鐘度啦。2個鐘講，你要咁樣 hold 住隻手啦，但係咧，今日咧，我哋咧都學咗好多嘢啦，多謝阿 Nancy 同埋 Julian 先 ，thank you。咁啊，時間又差唔多咯喎，記住下一次我哋再同你 Angels Around the World。通識遊戲王嘅玩法好簡單，神秘人會讀出唔同嘅字，參加者就要運用佢哋嘅常識，將呢啲字拼出一個完整嘅意思，而邊一個能夠最快答中嘅話，就能夠成為得勝者㗎啦。佢哋唔單止擁有通識遊戲王嘅美譽，而且更加得到神秘人所送出嘅獎品添，所以大家要加油啊！通識遊戲王玩機我在行，點啊？Double 哥哥你第一次玩喎，緊唔緊張啊？當然緊張啦，但係好有信心。啊，真係㗎，咁啊，不如咁我哋即刻咧接聽小朋友電話先啊，睇下佢有冇信心，好嘛？好。喂 ，Hello。喂。Hello， 小朋友，你叫咩名啊？我叫車車姐姐。車姐姐？係啊。乜嘢啊？車姐姐姐係咪即係我哋個主持人車姐姐啊？咁係啦。點解你會扮小朋友打電話嚟嘅？係因為我知道家寶哥哥係第一次玩通識遊戲王。哦。咁所以咧？所以我就特登打嚟支持佢咯，同埋我睇下贏唔贏到佢咯。咁你究竟支持佢定係要贏佢先？支持但係都可以贏㗎。咁你要俾心機落，佢要贏你。好。咁我亦都係一個強勁嘅對手嚟㗎。OK，咁不如我哋同神秘人都一齊打招呼先啦，好唔好？Hello。你好啊，神秘人。認唔認得？係啊，咁我哋咧其實實力又差唔多，你可以出啲深啲嘅題目考下我哋嘅。今日我會出嘅係天文題。天文題啊？天文題熟唔熟啊？天文題啊，麻麻地啫喎。試下先。好，咁大家聽清楚。台、中、心、的、風、眼、風。哇！公主姐姐。颱風中心的風眼。正確。我都話你好強勁嘅對手嚟㗎啦，你睇下你。佢一講完你就已經攞咯喎。你起碼都係個口得個窿啊！連車車姐姐都輸俾我，今日實在太開心。不如咁，我哋即刻睇咗有關嘅片段先啦。颱風係一種熱帶氣旋，中心位置稱之為環流中心，又俗稱風眼。風眼入邊通常平靜無風無雲，甚至有陽光添。不過外圍嘅風力同埋降雨量咧，可以話係非常之強勁㗎。香港打風最多嘅季節咧就係喺夏天嘅。天文台會因應颱風嘅速度同埋對香港嘅威脅，發出熱帶氣旋警告，提醒各位市民要留意天氣，做好防風措施。喺懸掛風球嘅時候，無論大人定係小朋友，記住留意電視同埋電台嘅廣播，睇下使唔使返學啦，同埋留意最新嘅交通消息，可能冇車搭㗎。
你讓我嘅。咁話冇，係啊，一講完你就拎起就贏咗啦。係啊，因為今次咧唔知點解聽得好清楚，可能咧神秘人咧而家講嘢口齒伶俐咗。咁不如咁樣啦，我請車車姐姐幫我哋練呢個魔法咒語啦。好啊，第一次練咋，咁就我練呢個啦。充斥遊戲王，邊度追加學？好啊，見到咧呢個係似名嚟㗎，咁啊你下次唔好再打電話嚟啦，俾翻啲機會小朋友啊，唔該。知道啦，咁我哋繼續啊，拜拜。好啦，咁啊呢個柿餅，你有冇食過啊？哦，有，梗係有食過啦。你中唔中意食啊？都㗎，好食㗎，甜甜咁㗎嘛。咁啊，不如我請你食啊？請我食？係啊。哦。因為你第一次嚟，我覺得我唔可以完全冇禮物送俾你，所以咧我決定將我而家手上就呢一個柿餅啦，就送俾你。OK，多謝。快啲試下。好，試下先。咁我就問下神秘人點解咧今日要送柿餅俾我哋食先？柿嘅營養價值好高，含有豐富嘅蔗糖、葡萄糖、維他命 C， 具有清熱止血、生津嘅功效。哦，原來咁有益，咁即係應該係食落甜甜地㗎咯喎。係啊，甜甜地㗎，好好食又腍腍咁樣咯，又好好咬㗎。哦。其實我係未食過㗎，所以我唔知係咩味，因為佢個感覺好腍，可唔可以篤下？可以篤下。OK，原來係咁。咁好啦，咁你繼續食多啲。但係咧，其實咧小朋友咧都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玩遊戲嘅喎。你下次會唔會想再接受挑戰先？梗係一定要接受挑戰啦！下次咧，我想要贏嘅。好啦，咁你會贏㗎啦。咁小朋友咧都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玩嘅喎，電話就係299299497或者 email kiss@tvmix.com.hk 等緊你啊！好啦，咁啊，今集時間又差唔多咯喎，咁下一次再見啦，好唔好啊 ？OK， 好嘅。OK，拜拜。今日有份參與我哋通識小學堂嘅小朋友，都會得到以下嘅禮物作為鼓勵，而禮物包括有由碌柚葉送出碌柚葉沐浴露及精品套裝，以及由 Smart Kids Club 送出兒童影音光碟及圖書系列。跟住落嚟係超級英